干什么的？同志，我来送音箱设备，你们厂礼堂缺着药呢。下车接受检查。哎。 是运输大队的。哎，是。没有仪器厂的通行证不能进。哎呀，同志，我这是紧急任务。刚才不是你们有人打电话给市剧团说要借演出设备吗？我这也是临时被叫来执行任务的，也没人给我发通行证啊。那要不然你看你打个电话给你们领导请示一下，别耽误事儿了。你是不是市剧团送音箱设备的？哎，对，是，对。李科长，他没有通行证。吃药怎么样？没有异常。那就好。誓师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批音箱太重要了。你们俩押车，赶紧送往礼堂，别耽误时间。是。同志，你看。好的。哎，谢谢啊。辛苦了。放行。看好设备啊！注意设备啊！ 张局，目前各项安全措施都已经到位了，暂时也没有发现问题，一切都在顺利进行，你别太担心。没有问题，恐怕才是最大的问题。大门口还有礼堂门口，我们都安排了厂里边的老职工帮忙排查。别说是人了，就是厂里边谁家养的狗，他们都能喊出名字。报告。张局，过去。 爆破组马三行踪不明，庞红梅说搜了他的家，并没有发现扎尔的任何线索。唯一奇怪的是，发现了一台自制的台灯，用的是汽车的灯泡，汽车电瓶供电。今天进场的车辆有没有仔细的检查？张局，所有进入车辆的记录，除了厂里边安排去火车站接送专家，还有运送物资的外单位车辆，没有入场的。对厂区所有可疑的车辆 进行排查，通知各个厂门，从现在开始，任何车辆不得入内。是。干什么呢？把车赶紧开走，这儿不让停车，不要靠近礼堂。好嘞，同志，我卸完设备就走了。是做音箱的吧？怎么才来啊？两位师傅，帮忙先把音箱卸下来，等着测试呢，没时间了。公安同志，帮忙搭把手，谢谢。 小心点抬这个啊！赶紧把车开走啊！好嘞。现在就看咱兄弟俩的了，凡事行动，胜败在此一举。哥，那事成之后咱们怎么出去？嗨，到时候全场上下都乱成一锅粥了，谁还管得着你啊？你现在就想着事成之后怎么过你的神仙般的日子。行，为了这日子，哥，豁出去了。 同志，什么情况？刚刚接到厂里通知，任何车辆不得入场。这么说，一直都没有车进去是吧？刚刚有一辆给礼堂送音箱设备的车，音箱设备？什么时候进去的？差不多15分钟前。那车出来了没有？一直没有出来。走。
怎么样？有发现吗？没有。接着搜。是。这边。走，这边看看。他们到底是进来了。队长，车斗里边没东西。你看，队长，去后面那看看。炸弹进来了。 7点半，誓师大会就要开始了。什么？谁把车放进来的？严查责任人。郭局，所有参加誓师大会的人一律不得入场，已经进会场的立刻撤离，把专家集中地方候场，严加保护。礼堂还要仔细的排查，卫生间、后台、控制室，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 张局啊，你看目前也不知道地道藏在哪儿，也找不到炸弹。为了专家安全，要不咱们取消这个誓师大会？誓师大会政治意义巨大，必须要召开，绝不能助长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。通知陈东升，大会推迟到8点，8点之前必须要排除隐患。是。 队长，是不是运输音箱的车出了问题？礼堂的音箱坏了，我当时一着急忙昏了头，就让他们进来了，这是我的错误，我写深刻检查。马三还有司机一定就在厂里的某个角落。丁姐，你去排查附近所有的车辆及建筑物。后梅是盯紧礼堂的外围。是。为什么不通知我？礼堂的音箱设备坏了，他们临时向市剧团借的音箱，我害怕影响誓师大会，所以。 我真没想到那辆车会有问题。音箱坏了，你排查过没？是不是人为破坏？我没注意。你身为厂保卫科的科长，连这点洞察能力都没有吗？对不起，队长，责任在我。行了行了，你赶紧去帮丁姐。是，把手电借我。预备，唱。 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嘿！哎呀，嘿的一看不齐啊，嘿要把这个气势嘿出来啊，精神头，预备，唱。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嘿！离开礼堂，马上离开！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检察同志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礼堂再次仔细检查，大会延迟。请大家配合，马上离开！都愣着干什么呀？ 赶紧走吧，礼堂外边候查。快点，快点！该走了，谢谢大家。那边同志，快走2步，谢谢。出来了，定好了。哎，红梅，季大阳，专家组不是在会议室等候通知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这儿透透气，这么多人还不安全啊？
黄铜片的事解决了吗？是铅笔炸弹。铅笔？铅笔怎么做炸弹啊？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解释这件事儿，敌人已经进场了，我们要在8点前找到特务。这马上8点了，难怪你这么担心李唐，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个好机会。大洋，这儿太危险，你赶紧回去。好。季专家，红梅姐。看什么呢？季丹阳，锅炉房查过了吗？查了。那大烟囱呢？烟囱？烟囱怎么了？如果他们计算精准的话，可以定向爆破，炸到烟囱，可以直接砸到礼堂这边。哎，红梅，红梅。队长，怎么样？各个出入口我也都看过了，没有发现马三的身影。啊，专家组那边怎么样？郭局长在那边带队，亲自守卫。队长，队长，红梅去了锅炉房，季丹阳也跟着过去了。锅炉房。走了，跟我来。同志，有没有看到其他人来过这儿？哎呀，这脏兮兮的地方，谁来呀？马三。哎。红梅，红梅，大西，丹阳，丹阳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红梅，丹阳，这怎么回事？丹阳他怎么了？他被吓到了。这里有炸弹，他们要炸烟囱。炸烟囱，快找炸弹！是。没事了，这里交给我，你先回去。你看他身上的油渍，肯定是挖彻底进的场。是。红梅，你们怎么发现的？是丹阳想到了烟囱，所以我们过来发现了马三。队长，找到了，在上面。行不行啊？一个人？我能解决。好，注意安全。丹阳，丹阳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先回会议室。我送你回去好不好？不用。队长，5公斤，差不多。把炸弹拆开看看。拆开。嗯，好。
这怎么都是煤渣？这敌人啊，也不简单呐。他们这是故意拿烟囱来做掩护。童兵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卡车上发现那个黄铜片，跟咱们之前发现的一样，所以特务定时应该还是20分钟。我们的安全时间还有12分钟，还有12分钟，誓师大会就要开始了，时间紧迫。走，是。队长，有发现！快拆开！你看，这个井盖有人动过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通向礼堂？这就是一根热水管道，直径30公分，人进不去。热水管道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边连着锅炉房，的确没有问题。不对。 之前图纸上标注的，这里明明是一个直径30公分的热水管道，什么时候被改造的？这管道通哪儿的？你还有印象吗？公共澡堂、食堂，还有礼堂。礼堂？红梅，队长，这方面我是专业，我去。长生，马上向将军汇报，派人盯住各个出口。是。 什么情况？怎么能这么大？这边。礼堂大厅在左边，那边是舞台。我走左边。那我走右边。嗯。哎，童兵，小心一点，那边有情况，随时喊一声。好。 行了，走。哎，过来。走，去那儿看看。哎，咱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主公啊，咱们这还没开始干活呢，就有敌特分子混进厂里了。我之前听说厂里还丢了5公斤的炸药。5公斤炸药？参销机甲本烈性炸药吗？威力得有1枚卡秋莎火箭炮的破坏力了吧？76毫米高爆炮弹装药1公斤，1颗手榴弹装药50克，5公斤，相当于100个手榴弹同时爆炸。 丹阳，敌特分子已经进来了，但丢失的5公斤炸药还没有找到。主公，这敌特分子明显就是冲我们来的，这个会还开吗？主公，郭叔说的对啊，敌特分子确实是冲我们来的，这恰恰说明我们水滴工程的重要性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能躲在这里。 我们要出去，和大家一起面对。我们要让敌人知道，几个宵小之徒绝对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。小心啊！这边。
到底还是比赛的刺激。不会真出来事儿吧？不知道啊。一个小厂子，现在小厂人员非常，要不然不会来上场。报告，专家们来了。哟，范厂长，主公啊，哎，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主公，会议室那边安排的有专人们保护啊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单独保护，即便是有危险，我们也要和大家在一起。伯爵，你看，这里安全。主公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快抓住迪特，保证大会顺利召开。谢谢。跟上。来。反正工程师都来了。是啊，哎，那穿中山装的谁啊？听说他就是这次工程的总工啊。是吗？主公啊，你给我们大家讲两句，鼓鼓劲儿，还能消除一下大家的紧张情绪。好。同志们，同志们，安静一下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我们的专家团队跟我们站在一起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。下面我们请楚怀修总工程师给我们讲几句话，大家欢迎。5公斤炸药全在这里了，真的是简笔炸弹。队长，炸药马上就要失传了，这里太危险了，原路返回。来不及了，必须马上拆除。队长，我们一人负责一头。好。大家应该知道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，不是因为敌特分子的破坏和恐吓，而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水滴工程充满了信心和勇往直前的勇气。山崖的断裂是它的挫折，却成就了壮丽的瀑布。水滴组成了河流，终将汇入浩瀚的大海。谢谢大家。主公说的真好。是啊，热血澎湃的。通知礼堂，推迟10分钟。是。队长，太远了。报告学长，危险解除。看仔细点啊！全场上下都在找马三，这时候找我，什么意思呢？壁虎应该跟你说了吧？
你得安排我进场。你知道寒食计划的重要性。这最后一哆嗦了，你不帮忙，原计划里没有这一项，我拒绝。芊芊的命不想要了。你再跟我提芊芊，我现在就崩了你！别动不动就掏枪，计划若是失败了，我们这些人的下场也很清楚。帮帮忙吧，李科长。哎，你们3个往那边巡逻。是。你是不是想害死我？怎么还不爆炸？2分钟之内必响。赶紧的，想办法带我出去。跟我走。快点！山上每隔200米都有岗哨，能不能跑出去就看你的造化了。你必须马上离开龙门，以后我们不必再见。未必啊，李科长。走了。谁啊？谁动？叶队长，我没事，别管我，赶紧追！跟我来！是。专项组的同志们还没有到，楚工啊，我建议请专家组的同志们给大家唱首歌，鼓鼓士气，怎么样？唱歌啊，应该没问题吧？队长，哎，媳妇儿，咱们上台给大家唱首歌，就算像火车上一样，你们上去以后把那个精气神儿都唱出来，好吗？没问题啊。我们唱的都不太专业。要不咱们找个领唱，然后我们跟着唱。要不楚工，就你来领唱。不行，还是媳妇儿吧，媳妇儿领。我不行。来吧，媳妇儿你来吧，来吧，媳妇儿来。楚工，哎，我建议让白慧同志领唱吧，他唱的可好听了。白慧，对，白慧同志在哪里啊？在这儿呢，白慧在这儿呢。哦，白慧同志，来站起来。快起来。白慧同志是我们厂医院的护士。白慧同志，就请你领唱，带我们专家组上台唱首歌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好，好啊。领唱不是电视里吗？你没听到人家有点名吗？你听过白慧唱歌吗？没有。那个跟专家组能配合好吗？你看，肯定在。汇聚成铁流，献功赴同舟，青春中化成星斗。温暖在心头，那片俊俏的山崖，长满了白。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。如果刚才我们任务失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别想这些了，我们的使命不就是保障他们的安全吗？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此生忠于你，崎岖不
同志们，我现在宣布，水滴工程誓师大会正式开始。仔细找。是。走，哎，这边。好。这边。谁呀？白大夫，看个急诊。哦，来了。哎，白大夫，我只能来找你了。什么意思？枪伤啊！我这不治枪伤，要不你看你是不是去大医院，或者去自首啊？我去那儿就是个死。我知道你的医馆是我活命的地方，你什么伤都能治，帮个忙吧。你别逼我呀！你，白大夫，我知道你是谁。治吧治吧。哎呦，忍着点，没少流血啊。来，忍住啊。好。你既然知道我的底细，你就应该明白，你手里拿着的东西，在我面前连烧火棍都不如。既然呢，我给你治了伤，你是不是也该回答我的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怎么知道我的底细呢？许文正，他是我的长官，你给他治过伤。许文正运反的时候，不是被镇压了吗？还有你们的主子，这都跑到台湾多年了，也就你们这些小喽啰还在这摇旗呐喊，何必？这你比我清楚。上了这条船，下得来马来。还真不一定这样。你看看你现在变成这样了，你那些同伙呢？难道你的死活没人管吗？什么意思？套我话呢？我没同伙。今儿我得在这接触一下。我这是小诊所，不是客栈。走吧。当家伙，你打发要饭的啊？
主任，罗门来电。不用念了，要是好消息，我们早就在这儿举杯庆祝了。那你来说说，这次失利，问题出在哪里？学生以为，应该是人员配置上出了一些问题。这次行动如果再多一个人，或许是另外一番局面。人多了有用吗？要靠智慧。当初国共军力如此悬殊，我们不是还是被赶出大陆了吗？永远不要小瞧我们这个对手。这么多年你也看到，只要他们下决心想做的事，都难以阻挡。水滴工程恐怕也会这样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足够的耐性和耐力，切勿操之过急。学生谨记。告诉雪狼，务必消除一切隐患，也包括张阿水吧。是。这次没有得手，我看就不要急于求成了。以现在中共的力量，短时间之内想再得手，已无可能。你想想，中共这么大的一个工程，我们靠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就算你今天把楚怀秋杀了又怎么样呢？本来就敌众我寡，如果再有损失，那我们就更加捉襟见肘了。啊？爸，我回来啦！哦，回来了。爸，我今天演出反应特别好，好多人都给我鼓掌呢。哦。爸。啊？这怎么有血啊？在这儿。爸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都几点了还大呼小叫的。爸，你手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刚才收拾仓库不小心被锯条给划了一下嘛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你给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来。行，没事儿，就是划破个口子嘛。那你疼不疼啊？哎呀，行了，疼不疼的，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啊？不，包好了，放心吧。哎呀，你这画成这样，这快去把脸洗洗吧啊！今天演出装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演出怎么样？好呀，就是你没看见。哎，再找机会呗。你真不疼啊？不疼。哎呀，行了，快去洗脸吧。那我明天再给你们看啊。快去吧。早点休息。现在呢，已经可以断定了，那个逃跑的特务就是这个张阿水。他受了枪伤，是需要治疗的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所有的医院都没有收到枪伤患者的报告。他要想活命的话，必须要去小诊所或者药店。我已经派人严查了，专家组的人已经都基本到齐了。庞红梅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要保护专家组所有的人，确保水滴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。
大家有没有细心？有。对了，那个混进厂区的车辆查得怎么样了？报告局长，车是特务抢劫式运输队的，司机老肖被打晕了。经过调查，司机的头部确实遭受过棍棒击打。他醒后对特务的相貌特征进行了描述，就是销赃后的张阿水。那个周俊呢？有什么线索？报告局长，我们已经调查过了。周俊在1年前已经溺水身亡，户籍已经注销了，所以很显然，特务是在使用他的身份。档案为什么要放在图书馆？根据骆馆长的介绍，是档案馆的办公地方小，所以档案馆解放前的部分档案就寄存在了图书馆。不过他们也没想到建筑图纸会被特务利用，现在已经有人专门保管起来了。咱们开宗明义啊，水滴工程项目的目标，潜艇。看，外国鹦鹉螺号，这是我们仅有的一些资料。我们呀，资料缺乏，人才有限，把大家从天南地北聚到卢门，我们要在这里对潜艇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实验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，一个海洋辽阔的大国，这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我们为什么要叫水滴工程？我们就是要用水滴石穿的决心，来完成这项艰巨而神圣的使命。你现在不用专门保护季丹阳了，心情怎么样？开心啊！毕竟，我觉得责任更大，而且老师你也知道，我属弹簧的，压力越大，弹得越高。我倒是觉得你们俩配合得挺默契的。是吗？是啊，你想，你最近破的这些案子当中，他是不是帮了你很多忙？正是因为你们这种默契，才能让你化险为夷。红梅，专项组的任务很重，你会不会怪我把你留在卢门？我说过，老师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，不光是为了水滴工程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你找我啊？我来感谢季专家昨晚帮我们发现了炸弹。那是个假炸弹，真正发现的还是你们专项组的同志。你用你的智慧解除了危机，老师说过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的，所以季专家就别谦虚了。嗨，昨晚还好吗？我没事啊。没事儿，一个人做到凌晨2点。你又盯着我。职业习惯。你找我来，不会就为了说这事儿吧？你的衣服，洗好的。我不想要了。为什么？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，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就那么眼睁睁地死在我面前。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那双眼睛，还有血。是扔是留，季专家自己决定。你手怎么了？手破了还洗衣服啊？我哪有那么娇气？谢谢。专家团都到了，专项组要保护所有人的安全。以后我不会再只盯你一个人了，1对1的保卫工作正式结束。咱俩以后的距离，别说是20米，就是50米、100米都没问题。你的禁锢感可以消失了。
红梅，我想想怎么庆祝吧。啊，陆秘书，陈队长，我正找你呢，这个你看一下。李光明记大过，降级使用。是，厂领导开会说，昨天的问题出在保卫科，仪器厂也要负责。韩厂长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这边同意的话，就全厂通报了。好，仪器厂和灵武研究所现在是一个单位，出了错，不光是李光明一个人的错。作为队长，我更有责任。李光明配合我们工作以来，向来都是尽心敬业、任劳任怨。我认为他呢，就是斗争经验不足。我相信他一定会吸取教训的。处分的话，我建议还是免了吧。这我，这样，我一会儿呢，给韩厂长打个电话。那行，陈队长不愧是志愿军出身，有担当。没什么，那你们忙。陈队长这是揽责揽错地方了吧？怎么了？那昨天摆明就是他把卡车放进来的呀。哈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你越来越不像我师兄了。那你说说，我像什么呀？像草包。你见过这么精神的草包吗？不是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是，那平时李科长工作认真、兢兢业业，但昨天在那么关键的时间点上，他确实出了纰漏。先不说他把大门打开让车进来的事儿，礼堂内部是他检查的吧？啊，就这么巧，那喇叭偏偏就在那么关键的时候就突然坏了，这合理吗？看来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。什么判断？记住你刚才说的话，对我说可以，在外面一个字都不许说。那为什么呀？保密。队长，是我失职，这是我连夜写的检查，我深刻检讨，请队长批评。你这受着伤还写检讨，光明同志，你也不用想太多，你现在的任务呢，就是安心养伤。队长，我这点伤不碍事儿，我能跑能跳，我要参加任务，我一定要抓到张阿水，戴罪立功。这专项组还有人呢，怎么能让伤员上？是不是啊，红梅？对啊。来，李科长，你呀，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。不过，不是我说，这张阿水的通缉令都已经发了那么久了，怎么那天你就没认出来呢？唉，都怪我，当时已经7点了，我想着离开大会还有半小时，音箱都没有，当时情况特别紧急，我这一着急，竟然没有发现乔装后的张阿水，说1000道1万，还是我警惕性不高。思想太麻痹了。哎，你也不用自责了，放心吧。张局他和郭局已经进行全力搜捕，我们一定会抓住他。自从我进了保卫科，处处小心谨慎，没想到就一个疏忽大意，就差点。不是李科长，你红梅啊，去打壶开水。哦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公安同志。又是你。这电表怎么了？啊，这个电表啊，那个铅压脱扣器老化了，我过来换一个。哦，上次修水管的也是你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是我是我。啊，咱们厂子里就你一个水电工？哎呦，那倒不是。最近这段时间啊，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全去下到车间，保证这个生产进度去了。这些小活儿就交给我们年轻的干就行。啊，挺好，你忙着。哎，行，那我先忙了哈。拿好。白慧，哎，红梅姐，给谁打药？给我爸。他怎么了？他呀，自己在家里收拾杂物，还能被锯给割伤了。我是给他开点西药，下班给他送回去。
严不严重？不严重，就是手臂。白慧，3号床换药。行，我现在去忙了啊。70那瓶药放哪了？哦，我给你看，是在那里。哎，珊珊，啊，这血压计是不是张莲要拿给楚公量的？是，还真是，他给忘了吧？我给他送去吧。哎，你去干什么呀？你又不是医保小组的人，让他自己过来拿。这毕竟是给楚公检查的，别耽误了，我去一趟。就你好心。您是总工，您的健康就是水滴工程的根本，自己的健康还是不要大意了。啊，我再给您量个血压吧。好，把血压计拿出来。我忘带了。您就让我进去吧，我把这个送给他们就出来。那您帮我送一下。白慧，季专家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送给葛主任啊？他正在给楚公检查身体呢。行，谢谢。你怎么不进去啊？那就麻烦你了。没问题。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是不是没休息好？没有啊。是不是每次见面都要我跟你多啰嗦一句？你要多注意休息。知道了。那我先回去忙啦。嗯。他不能进。是的，季专家，产业那边只有医保小组的名牌才能出入专家楼。楚公啊，哎，您的这个血压也要注意了啊！好，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，不能太累了。好，您有任何不舒服的，就随时叫我们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护士，这楚公的身体状况怎么样？都还好，就是楚公这个颈椎问题还是挺严重的。楚公平时工作压力大，又不能经常运动，要是能找到有懂按摩的，应该能缓解很多。那您会吗？我哪会啊？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护士站就有一个，他出身中医世家，所以对穴位方面非常了解。说的是白慧吧？对，就是白慧。白慧，就是咱们誓师大会上的那个领唱。哦，哎呀，那这样吧，回头我安排白慧来给楚公做按摩。别，你让人姑娘给我按摩，不合适吧？我呀，就自己锻炼，活动就行了。哎，楚公，我们的任务是为专家工作组保驾护航，您的健康可是重中之重啊！所以呢，在健康方面，您必须服从我们医疗保障组的安排。已经可以断定，那个逃跑的特务呢，就是这个张阿水。他受了枪伤，是需要治疗的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所有的医院都没有收到枪伤患者的报告。给谁打药？这给我爸，他呀自己在家里收拾杂物，还能被锯给割伤了。程程，跟我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看看伤员。爸。哟，小慧，哎，下班了。哎呀，爸，我今天在医院里给你开了点西药，工人处理伤口都用这个，哎呀，你偷偷看。行了，我这点小伤还涂什么药？哎，下班你就好好休息。没事儿。哎，对了，孩子，你买的菜在哪儿呢？晚上咱们吃什么呀？哎呀，我这不是着急回来给你涂药吗？随便吃一口吧啊！啊，又随便吃？那行了，你这，爸，我跟你说，处理伤口我比你专业，你得听我的。行，你是专业的，爸爸是业余的，好吧？哎呦，我没说，我是护士嘛。处理伤口这事儿，你真的听我的，我比你专业。哎呦，你是专业的，爸爸不是专业的，行吗？白大夫，白慧。
旁观，古梅姐小徐来，快进来。白大夫在家。来。这不是你说白大夫受伤了，我们过来看看，哎呀，你瞧瞧我这点伤，惊动你们了。给您带了点补品。谢谢。谢谢。快来坐，快坐吧。旁观，这不会是因为我这伤到这儿来的吧？一定有事儿。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。确实有些事情，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。你说，是这样子，白大夫，您这儿这2天有没有受过枪伤的人来过？枪伤？对。哎呀，小徐，这解放这么多年了，还有人敢拿枪去打人吗？红梅姐，你说的是李科长他们中枪的事吧？啊？怎么？真有人被人拿枪打了？白大夫啊，昨天晚上厂里确实出现了一些情况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不是一直在排查全城的诊所。排查诊所，要给个统一调查报告，不知道您这里方不方便看看？方便，怎么查都行，全力配合。别看，谢谢。您这伤看着可不小。哎，这药给白大夫换了吗？还没，我正要换呢。哎呀，我说我都包好了，他非要给我看，你看还给我搞的药，你这……都说医者不自医，您得相信您闺女。相信没什么事儿。爸，这伤口都伤成这样了，你不让我看，这都该缝针了。行了，缝什么针呢？缝瞎处理。爸爸是大夫，你看看。白大夫，您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怎么弄的？怎么弄的？不是不小心，只是眼神跟不上了，年龄大了。不行，爸，屋里有纱布，我给你重新包扎一下，你跟我过来。去什么屋里呀？旁公安坐这感染了，该。先处理伤口吧，别感染了。哎呀，快点。旁公安，不好意思，您坐会儿。你看看这孩子。红梅姐，你先坐啊。好，坐。真是。回头你再跟我去一趟医院啊。白大夫、白慧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哦，红梅姐，我送你们吧。不必了，忙着。有时间过来坐啊。哎，好。队长，回来了。我有重大发现，白明翰有问题。好，我说没见到你的人啊，弄了半天去调查白明翰了。不是，特务这时候受伤，他也这时候受伤，你不觉得太巧了吗？有问题，我必须得查呀。不会让我向你请示吧？那也得分什么事。好，队长，我现在正式向你请示，我要调查李光明。哟，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他是潜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，那就会对我们的工作、对水利工程产生巨大的隐患。说说，你想用什么方法调查？什么方法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先是调查他的档案，再排除他的社会关系，然后去他的家或者工作单位什么的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别的吗？别的，这些不重要吗？如果我是特务，又是厂保卫科科长，你觉得我会给你留下蛛丝马迹吗？如果做过，那我觉得一定会留下破绽。你依然在我的判断之内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，收起你的锋芒。哦，像你似的，什么都藏在心里，让人什么都看不出来。哎，藏在心里挺好，至少这样，让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
行，那你藏着吧。丹阳，我得夸你几句，你翻译的这些资料我都看过，准确无误。安文山到底是世界一流的材料学家，钛金属也是近几年得到认可，就是提炼起来太麻烦了。为了翻译这些啊，我都快成半个材料学专家了。这些已经确认的，可以先给楚公看看吗？啊，好啊。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，收起你的锋芒。哎，对，就这儿。曙光，哎，白慧是我们厂医院最优秀的护士。哦，优秀共青团员，他的父亲啊也是一名资深的老中医，所以呢，他的这套按摩手法呀，那可以算是家传的了。嗯，葛主任，我就是帮我爸打下手的。嗨，都这手法了，就别谦虚了。哎，对了，姑娘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您说。问你个中医的问题。你说。你说这个陈皮和橘红，哪个化痰效果更好？当然是橘红。陈皮可以换成橘红，但是橘红燥，因为橘红里的橘白被拿掉了。假如用橘红化痰，怕化热化燥的话，就可以反左。痰不多的话呢，就可以用沙参或者是麦冬反左；痰多的话，就可以换成紫菀、百合。你这还打下手啊？我看可以带徒弟了。楚公，怎么您对中医也有了解吗？哪儿啊？我北京一同事啊，就吃这方子吃好的。啊，楚公，季专家，白慧同志，季专家，曙光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今天就先到这儿。以后您需要推拿的话，就跟葛主任说一声，我随时待命。好，那你们二位先聊，我们先出去了。哎呀，二位啊。楚再见。好，谢谢了啊。不客气。好，再见。这是我刚翻译过来的资料，西文都校对过了，你过过目。这些资料啊，就是无价之宝。这些个资料啊，让我们的水利工程事半功倍。你知道为什么水利工程设在卢门吗？跟太极蜀有关。对，郭叔说啊，东山的环境不错，咱们找个时间出去走走，踏踏青啊。好。哎呀，行了。哎呀，感觉怎么样？要不我再给你按？哎，别了，你这受伤了就别按了。哎呀，这伤没事吧？我这就是外伤，不碍事的。我最近听说这个公安总查这个医院啊、诊所什么的，你这没事吧？我一个郎中能有什么事？不过最近这仪器厂扩建发生很多怪事儿。昨天我们车队那老肖，被特务给打，后脑袋挨一闷棍，车被人抢。我听说昨天晚上仪器厂那边还有枪声。你说我这天天往仪器厂跑，这我心里担惊受怕的。说我才遇上这么一下，你说再被人打一下，我还开着车呢，你说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哎呀，现在这也不是解放前，哪来这么多特务？反正这仪器厂扩建，又来了专家，我觉得啊，这里边肯定是有大事儿。哎，你们家小慧在厂里没听说点什么吗？没说什么，没听他说。
哎呀，咱们小老百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可真羡慕你能给楚公做推拿。楚公人怎么样啊？怎么跟你形容呢？就是好，非常好，有一种知识所带来的气度，让人既敬畏又可亲。我爸怎么就不是中医呢？喂，陆叔叔也是有知识有风度的人，好吗？护士，我来领一下出院单据。那个，你这伤还没好呢，怎么就出院了？专项组都在忙，我再不出院算怎么回事啊？放心，我已经跟葛主任说好了，按时换药。行，那你稍等一下。哦，这个。好，谢谢白护士。你还敢来找我？李科长，中了枪，身手还这么好，你现在怕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一枪打死我吧？我说过，咱们一刀两断。你可以跟我一刀两断，你敢跟雪狼一刀两断吗？因为你，我现在自身难保。杀了我，你就可以自保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再给我一枪？你不敢，雪狼、壁虎也都不敢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东西在我手里。都别逼我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黄泉路上大家一起做个伴儿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哼，这个态度就对了。想想芊芊，想想你们一起逍遥快活的日子。你转告他们，给我准备一笔钱，安排一条活路，我永远都会念你们的好。话必须带到。我不再打扰你了，但是你知道去哪儿找我，我等你信儿。小慧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爸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哎呀，你不回来，爸爸能放心吗？还睡什么？等你呢。上夜班累了吧？快，吃点东西，给你留着。人家白天都能睡懒觉的。也睡懒觉呢。哎呀，快，来吃饭。谢谢爸。来。哎呀，咸蛋，啊，还热了呢。啊，好吃啊。小慧。那个庞公安他们查出什么没有啊？不知道，他们都是专项组，做事神神秘秘的，我也不敢问呢。爸，你再陪我吃一口。我可吃不下了，我要不等你，我早都睡了。哎，爸，你伤口还疼吗？我一会儿给你换个药，重新包扎一下吧。那不用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哎，我告诉你个事儿。我今天用你的白氏推拿法给我们楚公推拿。哦，楚公是我们水利工程的总工程师，厉害吧？厉害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觉得他那个颈椎还真得治，回头你得给他扎几针。我？傻孩子。这些人都是工程师，他们身体不舒服，人家有医生的。你跟他们在一起啊，不能乱说。
更不能乱动。他们这都是受公安保护的对象，你跟这些人走得太近了，没什么好处的。爸，你又不了解我，我是那种多事儿的人吗？你不是，可他们是。你看那个庞公啊，那属他事多了。行了，你快回屋吧，我一会儿吃完饭给你包扎。嘿，我欢迎。吃完饭把这放着就行了，明天我来收拾啊，早点休息。好了，那我睡了啊。慢点。哦，韩明，坐吧。哎呀，哦，来了，什么情况？你就跟图灵的计算机一样，迅速精准。我也就是算算题，我对潜艇一无所知，大家都在忙，我除了翻译这个笔记本外，我也完全无所事事。其实呢，也就7个关键点，最重要的当然是动力装置和武器系统。这2个课题呢，都有兄弟单位去攻关。其他重要的就是艇型和操控、大直径高强度的艇体结构、远程水声系统、综合空调系统，还有惯性导航系统。名字全都听得懂，但是课题一深入下去啊，我发现我就是个小白丁。给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你看这个，这个是外国的 UXXI 型潜艇，首次使用了通气管装置。推动了2战以后世界各国的潜水艇发展技术，也被誉为潜艇发展技术的里程碑。我给你整理这些资料呢，你可以先了解一下。好。红梅姐，这儿有位置，走。过去吧。白慧，哟，吃着呢。哟，这辣椒酱不错。这是红梅姐上次爱吃的，我特意又做了一罐。谢谢啊。多少？你看看这个能不能用？用，2级管，这可是好东西。哪儿来的？这东西总不用跟专项组报备吧？哟，队长都吃上了，咱们得抓紧啊！这辣椒酱不错呀。哎，赶紧打饭去，别敲了，敲我难听的要死。快打饭去，给我们剩点啊，留点啊。好。哎，这比破锣敲的好听点吧？哎，你说这要庞红梅站在上面，会是什么惨状？虽然没听过，但也不难想象，也就比那破锣好点吧。你这话要让庞红梅听见啊，饶不了你。哎，这我倒不怕，当他面我也敢说，还不如破锣。白慧，你听过破锣的声音吗？听过一次。那你听过比破锣还难听的声音吗？没有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俩是吧，陈队长？啊，季专家，你听过吗？我应该听过吗？行，别装了，别装了。亏你还侦察连长呢，装。啊，对了，季专家，主公的身体怎么样？哎呀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白慧。主公还夸你呢，说你安得好，让我谢谢你啊。那就好。主公的身体很重要，白慧同志，专项组已经批准了你进入医保小组的资格，一定得照顾好主公身体。我会的，谢谢陈队长。哎，不客气，吃饭。那你们先吃，我还得给珊珊送饭呢。哦，哎，不用了，就是给你的，你们留着吃吧。你们慢点吃。
谢谢，没事儿。怎么关上了？队长，白会进医保小组了？嗯，我批准的，有问题吗？哎呀，人主公都夸白会，这白会肯定没问题。我说他有问题了吗？再说了，这有没有问题是我们说的，你这儿瞎掺和什么呀？哦，丹阳呢，应该也不是那个意思，表达的不够准确。你呢，也不要太敏感。敏感怎么了？敏感是工作特性。哎，我还告诉你，陈东升，你也应该敏感起来。啊，你看，红梅同志批评的对，我们要敏感。哎，丹阳，不都说你俩是朋友吗？是啊，关系可好了，不是一般的好，出生入死的那种。看出来了吧？红梅，红梅，怎么了？化验单出来了。出来了，我看看，都是 B 型。你确定锯条的血迹和纱布的血迹没搞错？很显然，是同一个人。难道是我怀疑错了？你再看看这个 A 型，这是地上你擦拭的血迹。白明翰不是说他是被锯条划伤的吗？如果锯条上的血迹是他的，那肯定是为了避免暴露，故意用锯条划伤了自己。很显然，是为了掩饰找他治疗的人。小官啊，你对东山很熟悉啊。我小时候总来，好多野菊树，野谷子熟的时候经常跑过来摘。老话说东山是个宝，需要什么东山找。哎，山那边还有个关帝庙呢，东山可是我们龙门的宝地呀。小官啊，你对东山这么熟悉，要能知道太矿在哪儿就更好了。有那么多专家呢，一定很快就探测到了。喜婉，你这是什么设备啊？金属探测器。这金银铜铁锡的，怎么能知道哪个是钛啊？钛铁矿主要是钛金石和金红石，分布于所有的岩石圈里，但是要找到纯度比较高的，就比较麻烦。我就喜欢这孩子这样，好学。丁杰，去看看。是，走。是。这个看啥呀？你们还得再仔细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长大了想不想当解放军战士啊？我现在就是解放军战士。解放军战士是要执行秘密任务的。叔叔现在有个秘密任务给你执行，你能不能完成任务啊？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来，给你吃。报告叔叔，
这里有你一封鸡毛信。我完成任务了，叔叔再见。李科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杜芳，啊，你今天怎么不上班？我今天夜班，正准备去单位。我在执行任务，先不说了。啊，明白明白，你一定要多注意伤口啊。那我走了啊。行。